更想一舉成名，但10萬個只剩下10名，就以窒息去找新星，行以冠軍取了勝，但只爭氣能得獎，令我能開夠路場，然後我就似生活於流行妄想，償還未太但仍在想，這個應付年代，論旋律實力亦有獎。誠實做好友，在行街買雜貨。表演在直到你靈眼。
讓我今晚做對王，幾百萬月個輪流上榜，記下一段段風光，不管以後誰稱霸稱王，難道我今晚精神壯，不可忘記人，過目不忘，能讓演變天性喜樂。半年嘅時間啦，我哋終於可以踏上呢一個星秀畢業演唱會嘅舞台。我覺得呢一個舞台對我哋每一個嚟講都意義重大，係咪啊？係啊，因為佢見證咗我哋每一個人嘅成長啦，亦都見證住我哋呢一班大細路嘅友誼啊！多謝你哋在座每一位一直以嚟對星秀嘅支持，你哋嘅鼓勵就係令我哋繼續前往嘅動力。多謝大家。咁今次都係我哋第一次開演唱會啦，相信大家都有啲緊張。咁呢個時候睇嚟好需要大家嘅掌聲嚟光輝下我哋先。如果因為大家歡呼聲，我哋就更勁啦。多謝你哋，相信我哋都收到晒啦。咁記得陣間每一位學員登場嘅時候咧，都要 keep 翻同樣力度嘅掌聲同歡呼聲喎，得唔得？今晚嘅 concert 咧，除咗我哋16位星秀學員之外咧，知唔知仲有咩重量級嘅嘉賓啊？係啦，就係我哋7大導師呢一個陣容啊！等陣咧，佢哋就會逐一登場。一陣間佢哋唱歌嘅時候，你哋記唔記得要做啲咩啊？冇錯，尖叫聲！好啦，我哋 ready， 你又 ready。This is our stage, show time！ 咁第一位登場嘅學員咧，就已經即刻可以唱爆呢個舞台啦。究竟佢係邊個咧？等我哋大家一齊嗌出佢個名啦！3、2、1，胡子哥！